来继续来看良兴国江中布袋戏团的团长廖昭同推广到教安客家布袋戏，得到特别贡献奖。1957年出世伫咧云林县仑背乡的廖昭同老师，自细汉就甲爸爸同齐伫咧人布袋戏，可是学生时都有上台演出的机会，互伊印象真深。那廖昭同的爸爸嘛等廖昭同退伍了后，就甲剧团放互伊来看。我较幸运就是讲，我都布袋戏囡仔，人讲做戏仔囝。 所以我靠，迄个布袋红啊，通好耍。这边的婚林国际布红仔节，婚林官府嘛特别来为廖昭同颁发特别贡献奖，感谢来到学校教学生用客语人布袋戏，传承这个基基含客家话。我替婚林县成功，增加咱婚林县布袋一种甲人无共款的元素。 廖昭同除了得到特别贡献奖，伊传承客家文化，嘛互客家委员会龙拍扑克给大力支持。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